烧会较舒服啊，好无？无好，啊无好，因为你火上烧，内底温度未烧，外口温度伤热，安尼较好，无好，因为温差伤低，容易内底灼烧了咱体液，容易造成体液的动咱传导，有万种病人，有当时啊，因为你温差太高伤低，会造成中风。你若讲你过来本来就空气要大风好好啊，我对幸福甲对得起，下啊好就万年，差不多就从三到八，啊你出来外口，足热，温度差不多30度，安就中风啊！你看中风怎么中风？寒流来就咧中风，因为天气温差关系，咱身躯穿了无着，生活起居无注意，本来好啊，控制好好，就会中风，寒流来就会中，为什么会中风？就是安尼中风。咱年岁大了，皮肤较干燥，你这样烧好无？无好啊！讲啊，咱哪有当时一支骨包一张皮啊，你我这烧烧落去，迄张皮，吼，伊迄个，咱的皮肤就愈干燥，吼，伊皮肤的角质层都好还是皮肤愈干燥，袂使啊，所以造成啊烧啊，啊，有些关键了皮肤烧唔是，是因为你低了。烧咧上，所以有人讲啊，用认知的啊、防知的啊，吼，就是真正。搁过来就讲吼，洗身躯的时阵无适合，迄浴缸水甲流，咱是安尼来洗。意思讲，包括台湾浸伤久，人家洗凉，吼，温差高就会中风。咩啊？用冷水就好啦，用冷的就好啦。冷的咱啊，身体嘛较勇健啦，咱冷的就好。啊，若讲有当时啊，身体较无好，工作较无方便，安怎啊？爱摕烧椅仔来坐，吼，咱坐安尼慢慢啊，因为安尼较安全啊。无你有当时啊，食人顺手打骨折，安尼就意外安尼就受伤啊。所以咱就摕烧椅仔来坐，身躯甲洗洗，安尼较安全，吼，安尼较安全。所以就是讲吼，咱困眠较有效，年岁大了，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。所以困眠的时间爱较固定，吼，困眠的时间个，啊，你困的时阵吼，也可以拿身体拍就好啦，因为你有当时困起来吼，心情无好啊，头壳讲讲啊，伤压，无就是去滑倒啦，吼啊，讲看无啦，吼去受伤，安尼就无好啦。啊，所以用一拍小电，困的时间较固定，咱有咧讲一句话啊，讲什么话？讲主持若困会着，较惊你要食补药。主持当时准备11点到1点，为什么讲主持困会着较惊食补药？因为主持是行大间，主持1点到3点是行大间，大间是打摄分泌肝间是促进神经代谢排出的时阵，你是感觉无用事业，无用代志，天赋拢已经产生速度啊！你唔通浪费这两个宝贵的时辰，主持一定要爱困得了，其他人躯自然伊就启动，伊会当促进咱的神经代谢，互咱解毒，吼，打摄分泌互较稳定的，对咱身体有帮助。所以看到当中无正常啦，日夜颠倒啦，伊肝较胆无好啦，吼，肝较胆无好，所以咱要困，一定要把你讲一定要困。啊，但是吼。我只可能讲会搞错，因为我咧可能12点、12点，我只讲我用咩户口12点啊，哦，不如跟其他人去看其他地方12点多啊，啊，所以我讲就话真可能，因为主持讲着对，我确实爱食补药，系啊，啊无法度啊，啊这就是用补来补身体啊吼。不过来话就讲吼，咱咧听个啊，尽量听较平。哦，台湾整体大家听了哦，两岁，你讲拢很平坦，为了免穿关鞋，穿伤关你若惊了，或者楼梯行了无好势，滑倒受伤，安尼就无好，吼，安尼就无好。而且吼，行路爱较细致的，吼，咱是手机那讲安尼，哦，拢用算，安尼爸爸行啊，一步行，吼，咱讲食老行，食老运动精神啊，对无？豆啊来啊，哦，啊，不过来话就是讲，咱这啊，去满足地所在，哦，就即我大家101号人山人海，你看，
歹，哦，你啊甲人客无意义嘛，空气品质歹，搁去甲人遐客，无就啥啊，可能你就受伤啊，而人家就是要受伤，甚至为了打红包，哦，为了吸引人潮，哇，现在开红包哦，大家叫哦，咱就讲差嘛，红包叫无叫互天气就无就时间用，面对迄种大火去刮倒去，嘛是刮不来啊，嘛是刮不来，所以咱较年轻人就是人所在，地所在是通气，啊来种所在，啊来咱做庄严的道场，像咱人这边，最好就是啊讲，咱所在挂嘛，咱袂当生嘛，咱真正就袂当提升嘛，大家继续互相交换嘛，换感情嘛，所以年会节咱是咱班是上好的观点。倒过来就是讲，若要出外，卖亲戚出外，迄是哪？天气冷的时阵，寒流来的时阵，风开天的时阵，因为咱身体年岁哪侪了，咱的动作拢较袂硬了，所以咱就尽量天气啊温差较侪的时阵，较无稳定的尽量莫出外。若要出外，嘛莫单独家己出去，上好是有厝的人为咱。我这边叫注意这里就是讲，老人是在讲注意这里，所知的这种讲起来看起来就对啊。我你看做到这边大家叫你就出来，讲当时前当三十个几岁老人看到的情形，分数我就定去，阮定去最好把联络者，卖呢，是惊你是无注意，本身家己嘛无注意，就容易走失，就容易走失。所以这方面嘛要注意。倒过来就是讲，咱生活的环境，环境是较好的啦。空气品质好，所在宽，像我要坐，咱要住的环境嘛是同款，生活环境较好，空气较好，爱流通，跟大爱上上，咱的生活品质较好。如果大所在若是住菜市啊啦、屠宰场啦、你游戏场的边仔，吵闹，咱身体精神的压力就大，生活品质就歹，生活不是安全，毛病就出来了，毛病就出来。其他方面就是讲平淡生活，比如像我以前去做，这种会造成咱心灵上的紧张，啊讲家庭的变故，家庭安讲朋友不结婚，朋友但结做讲嘛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孔子讲唔敢求假名条，孔子讲唔敢求假名条，去学过来，因为这拢听就讲，我今日做个代志，我今日来做好，马上搞不好我就能困过来，嘿我，嘿啦，所以孔子讲唔敢求假名条，咱大家这个年龄，咱家己要顾好，囝儿是细，尽量莫去甲烦恼，莫去甲操烦，唔通讲为着家庭代志，咱过度思想，情绪不安。造成咱身体老化，所以咱天然要修，以上这条件是拢爱做无好，才有法度天然要修。我讲一个比例，像阮太太阿嬷，嘛是阮阿嬷，年龄几岁？96岁，身体偌样？我带去金关山咧，行4点钟，叫电话打针，会安尼卡都袂使了，看电影，咱看戏剧，那么看到这黄脸，对，大家讲，看到这个竞争就好，这黄脸啊，老板囡啊，咱你看赶快来，你看看黄脸，马上就笑起来啊！他一直赶快啊，因为今天这个我对于大人们爸爸就是我老婆住伊这种都是咧搞他的，我老爸爱做公司，做公司，伊身体就话少，身体这种头来才会把工作拼咧。我那天住伫泰国，我那哥住伫香港，我一个小时住伫日本，一3年都香港、日本、台湾、泰国安尼来来去去，我过来台湾公司我过来是搞错误，你讲16岁啊，轮椅搭啊，无啦，因为坐轮椅你讲我骹行、手行，就坐轮椅，系啊，那要坐头啊，要来到我讲我要换我安尼哪有道，而且我。
嘛有心灵上的安慰。大概90几岁啊，是身体有这种，那小可方面拢是感冒。我拢嘛来讲阿嬷哦，互你食饱哦，好油翅食饱哦。你讲我较好油翅，我哪办法好油翅啊？哪好油翅，表示是第好事啊。所以讲对这些人讲，希望大家精明大吉，拢看我同哪办法？卡赢手赢，身体拢是赢。以上是咱中正红路，要大家健康的一条命。咱天天要就，来做啥？靠咱家己啊！爱运动，但是困眠是上重要，爱正常爱靠咱家己啊。所以大家就是一定爱靠家己，才有法度去精神享受。爱有恒心有决心，哦，对咱的前途爱有信心。家己顾好，才会当大家天天享受健康的目标，哦。咱今日的讲课讲到这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有阵时啊讲话吼，我太讲好，啊你来台南17站啊，啊各位拢不愿意收，因为你讲吼，人家就真正人也听无吼，唔知你安怎讲袂啊，我讲尾啊吼，到这啊时间，我先明白先，然后啥物问题，啊是讲我讲了无清楚。